欢迎收听9月29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思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的5章20节到6章2节。哥林多后书5章20节到6章2节。在今天说到，因此我们做了基督的特使，上帝亲自借着我们劝勉你们，我们替基督请求你们，让上帝使你们跟他和好。延续着昨天保罗说到，我们领受永生的福分，却生活在这短暂的世间上，所领受的只是自战自亲的苦楚，因为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真正的家是天上的家，是一个永活的家，是一个永恒的家。那我们在这地上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就自己好了是吗？当我们看到这疫情在台湾或者是全世界，真的在这个世代没有人只要自己好就能够平安无事。这个世代已经是讲求一个非常需要团队合作、团队侍奉，而且是团队彼此和好的一个世代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保罗就特别讲到说，我们做基督的特使，我们的职分是要劝勉人，让人能够跟上帝和好。这就好像我们在教会内的这个培训常常讲到属灵家长的时候，就说到我们这个使徒性群体，教会是一个使徒性的一个教会，有这样子一个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的行动跟眼光。那我们这群人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呢？要先认识自己是一个祭司的职分。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分呢，就好像彼得前书2章9节说的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，不是为了自己而已，而是不仅我们，更要是众人都要经历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让我们能够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他拯救我们，他怜悯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医治我们，更是激励我们。所以在这个世代，好像看似有很多的患难，看似有很多人的自私自义自利，但在这个世代也有从上帝来的盼望，因为基督徒就是领受那叫人出黑暗入光明的一个职分。我们成为这样的特使，要行使代表上帝国，更是行出上帝国的心意，也带下上帝他的话语。他的话语是要叫人跟他和好。这个和好以现实面来说，就是跟人、跟神、跟这个世界、跟这个环境和好。这是我们的功课，也是我们的权利，我们的特权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实明白，也能够照着去行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不仅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身边的人也要得着这样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道成肉身的恩典，让我们看见主你的爱不是一个只有收只有要的爱，而是一个给跟一个付出牺牲的爱。主你的爱让我们看见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能够经历主你奇妙的恩典，能够经历生命的改变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仅是单立于自己的这个福分，
更是愿意将这样的福分分享出去。我们也求神你给我们有从你来的能力、智慧、口才、方法、生命，好叫我们的行动、言语都能让人与你来和好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这样的福分让我们不害怕这个环境，这样的福分让我们数算恩典，这样的福分也让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的与众不同是要叫人能够与你更接近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提升我们。主啊，也求你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手所做的都被主来坚立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，也愿上帝赐福你，成为基督的特使，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我们明天见。